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ชื่อของฉันคือทีที我ทีที係禮拜五六日嗰3日同埋班同事去咗東北部龍披野山區破叻府嗰度食風。我哋由京都揸到宅冒出車頭，花198匹搭長途巴士車，排下3個半鐘，去到柯叻城西門外。嗰個西門係法冷西老起，廣場上有昆人魔呢個女英雄銅像，佢帶埋班姊妹用對拉拉同個蟹窿隊冧入侵嗰班冤裝成流佬，跟住玩咗披賣石工，佢係響披賣完城區蒙害咗岸，就響正披賣現處隔離大約300米四方形石雕建築。佛曆1512年至1548年，由吉滅人起好，東西南北每邊牆壁代表山，佢哋都有一座石砌門樓，由每座石砌門樓裝入去，都睇到中間嗰3座佛塔。披賣石工四邊都有代表海的護城河，亦散佈住一個個祠堂。的祠堂供水俾佛子飲用，拜佛嗰陣就由祠堂攞水嚟浴佛，但係家陣所有祠堂窿中冇晒水，中間嗰3碌佛塔係披賣石工主體建築，由頭到腳窿中用石頭一塊一塊咁搭成，冇有用木同泥灰。嗰啲石頭有大有細，大到有1000幾公斤，細到有100公斤。石塔內外都雕刻咗婆羅門教神話故事。隔籬有間國立披賣博物院，入面睇史前人類排骨、陶瓷器、石器嗰啲古董文物。我哋要俾20匹入場費，大約係5蚊雞鹹籠。不過你哋就要俾100匹，即係25蚊鹹籠至入得場。ขอบคุณมากครับลาก่อนครับ